果你每日都有一啲時間去預計自己未來會發生嘅嘢，然後去執行咧，例如你今日放學之後會去邊，跟住之後咧放學嘅時候會打電話俾同邊個傾偈，跟住行過咧，原來嗰間係醫院嚟嘅咁樣。咁到你真係一啲突如其來發生事件嘅時候咧，其實你係會有更加多嘅資源，個大腦有更加多嘅資源去做一啲反應嘅。例如你就真係有一日喺度行路嘅時候咧，遇到車禍。咁車禍你係估計唔到嘅，不過咧你喺車禍嘅前同後會發生嗰啲行為啊、動作啊、思考咧，好多你都係平時有做過、有準備過。例如你點樣打電話去向人溝通啦，點樣去一間醫院啦，醫院喺邊度啦。淨係講打電話我都知道打俾邊個最熟嘅朋友，因為平時有打開啊嘛。所以咧，你個心咧就留翻一啲戰鬥力咧，去面對一啲最困難就係最突發嗰樣嘢嗰個心情啊。咁有機會再講，多謝晒，拜拜。